願主與你們同在。恭讀聖馬竇所載的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眾門徒說：人子的來臨將如同諾厄時代，洪水未來以前，人們吃喝嫁娶，直到諾厄進入方舟那天。洪水來了，把所有的人沖走，他們才恍然大悟。人子來臨亦是這樣。那時兩人在田間，一個被接去，另一個被遺棄；兩個婦人推磨，一個被接去，另一個被遺棄。所以你們要警覺，因為你們不知道主人什麼時候來。須知若家主知道竊賊何時會來，他必會保持警覺，不讓盜賊穿牆而入。同樣，你們要準備妥當，因為在你們料想不到的時刻，人子就會來到。上主的話。請坐。喺將臨期咧，有好多圖像咧話到俾我哋聽咧，耶穌就嚟啦。例如喺好多聖堂咧，會喺將臨期籌備馬槽啦，我哋都籌備咗啦。然後我哋會見到喺讀經台附近有嘉禾圈，每一個星期都多點一支蠟燭。今日第一個星期點第一支蠟燭，警醒。咁啊，好多呢啲圖像咧都提醒我哋，尤其是喺聖經當中。今個主日嘅主題係醒悟，醒悟等待耶穌，所以幾個聖經都係提醒我哋要警醒。喺新嘅禮儀年嘅第一頁，我哋知道我哋期待聖誕節，唔單止呢個期待，只係單單期待一個 BB 仔出世咁簡單。我哋期待呢一個 BB 為我哋帶嚟希望同祝福，希望係體現喺耶穌俾我哋嘅永生，同埋將會展開一個美好嘅生活同埋人生，將成為我哋確實嘅希望。今年亦都係聖年，每25年一次嘅聖年，教宗定咗今年係希望嘅聖年，我哋大家都要成為希望嘅朝聖者，而祝福耶穌將會帶嚟祝福。呢個祝福就係代表住佢會俾救贖、罪過嘅赦免、死亡嘅毀滅，將我哋由人提升到成為神嘅呢一個身份。天主子耶穌基督，我哋知道佢係全能嘅天主，係全能嘅神。佢點樣全能啊？首先第一，佢由大變成細。我哋要想象，唔係普通嘅大變成細，佢由全能嘅天主咁偉大、咁無限大，變成一個 BB 仔，變成一個人類嘅一份子，裏面係帶住天主對人嘅愛同埋謙卑，佢願意屈就自己。有時睇返我哋喺生活中，當我哋俾人睇小、睇唔起嘅時候，我哋好閉翳，我哋個心裏面好唔舒服。但耶穌甘願由全能嘅神變成無能嘅嬰兒，呢個由大變細，值得我哋學習呢份真謙遜。第二，佢係全能嘅神，佢由神變做人。我哋知道神乜嘢都可行，講一句哇，好似魔術咁，好多樣嘢都會成就。由全能嘅神可以顯奇蹟嘅神，變成一個普通嘅人，同你同我冇分別。最後佢係一個被人處死，但卻係自行喺死中復活嘅一個人。佢係生命嘅主宰。所以我哋話耶穌係全能嘅神，體現喺呢3個好大嘅生命幅度之中。喺極度嘅痛苦裏面，我哋睇到耶穌唔出聲，沉默應變，因為耶穌係掌管明天嘅天主。喺今日嘅福音馬竇24章37到44節，耶穌命令我哋警醒守候，等待佢為我哋帶嚟救恩。佢唔單止係一位位高權重嘅神，
我哋值得去等佢。佢更加係一位神聖嘅主，係我哋嘅救命恩人，係我哋嘅至愛至親，係我哋愛慕傾心嘅天主，所以係值得我哋去等，並且值得我哋花好多嘅心思去做準備功夫，等待佢嘅嚟臨。耶穌將會帶我哋返回佢嘅王國，喺佢嘅王國裏面，再唔會有痛苦、疾病、罪惡、危險，只有喜樂、平安、幸福同埋恩寵。喺耶穌嘅王國裏面，呢個王國永不滅亡，佢嘅國民永遠同佢共享同一個生命。然而我哋要認真咁歡迎佢嚟到我哋嘅生命中，真誠咁效忠佢，忠信咁跟隨佢。將臨期第一主日邀請我哋警醒守候，不單止喺禮儀嘅層面警醒守候，仲要求我哋喺日常生活嘅層面中有意識地去讀經默想實踐，投入喺各項嘅禮儀，尤其是彌撒中靈修祈禱嘅功夫裏面，亦要喺我哋嘅日常嘅職責角色使命上面盡忠職守，做好每一件事，真摯咁對待我哋所見嘅每一個人。呢一啲都係有誠意而具體嘅準備耶穌嚟臨嘅功夫。唔單止喺禮儀上，喺我哋日常生活都要有呢種態度。耶穌嚟到我哋嘅心裏面，使我哋感到平安愉快。耶穌亦都派我哋去到世界嗰一度，代表佢將平安、喜樂、關懷、服務同守護同其他嘅人分享，特別使嗰啲外教人能夠從我哋嘅言行中經驗天主臨在係一個事實，經驗天主全能而仁慈嘅天主係可信嘅，天主嘅愛係真理，天主係值得我哋亦都應該我哋要相信嘅唯一真天主。讓我哋喺將臨期第一天，亦都係禮儀年甲年嘅第一天，向天主立定志向。我哋要時常裝備我哋嘅心靈，整肅我哋嘅精神，讓佢隨時嚟到我哋嘅心都成為佢稱心滿意嘅居所，佢好開心地留喺我哋嘅心靈裏面。喺呢度，神父想同大家咧介紹一個耶穌嘅話嚇，佢講嘅咧係猶太語言裏面嘅一種方言，叫做阿拉美語。喺每年嘅將臨期咧，我哋都會大家去講呢個阿拉美語嘅。呢個阿拉美語係馬拉納塔，意思係話主基督快嚟。我哋呼籲耶穌快啲嚟，快啲嚟到呢個世界，快啲嚟到呢個充滿罪惡、痛苦、分裂、冇和平嘅世界。我哋請求耶穌唔單止嚟到呢個世界，都嚟到我哋每個人嘅心中，因為我哋嘅心都好混亂，我哋都睇唔到方向。如果有佢喺我哋嘅心中，我哋必然會睇到生命嘅方向。而家呢，讓我哋靜默一陣，為我哋每個人內心嘅祈禱，請求耶穌嚟到我哋心中，一一滿全。瑪拉納塔。